最近好似講翻一啲中史要列為必修科啦咁樣，咁呢個我覺得係我哋好贊成嘅。咁如果政府係想推行呢樣嘢嘅，我哋係會好支持嘅。咁但係我覺得仲有另外一啲比較深化一啲嘅了解係要有嘅，譬如我哋即係鼓勵翻學校，即係帶翻啲人去翻大陸啦，去睇翻即係國家啲發展啊，即係從一個即係全面啲嘅正反兩方面去睇國家嘅發展。自從舊年嗰個國教即係風波之後咧，見到譬如社會上呢個問題，你哋係特別擔憂或者關注啲嘅有。即反國民教育嗰個嘅手法咧，令我哋係好擔心嘅。即係因為當時咧就傳媒鋪天蓋地，只係即係報道一樣嘅聲音，我哋呢班支持者嘅聲音係冇嘅。咁亦都令到嗰個嘅最嬲尾嘅政策，因為聽唔到其他市民嘅聲音，拉倒咗落嚟咯，可以咁講。咁跟住呢班嘅人亦都唔去溝通，唔去協調。咁樣就一味係用搜集群眾嘅力量咁樣，咁呢個係一個唔係好嘅方法咯，因為民粹嘅主義唔係民主精神咯。睇到市民唔認同譬如本身個個人身份咧，會唔會同一國內一啲嘅情況嗰啲嘅社會問題啦，或者國內嗰個啲腐敗嘅現象啦，令到市民更加唔想認同呢方面，你點睇咧？又第一樣嘢咧，唔認同國民嘅身份，唔一定係即係嗰間國家有啲咩好事物壞事嘅。第一樣嘢係我哋屋企係冇將呢一個我係中國人呢一個嘅意識好強烈咁樣傳遞俾我哋下一代啦。咁當然加上我哋對一啲負面嘅認識啦，咁但係都係因為唔全面嘅認識嘅，一個唔持平嘅認識咁樣樣。咁亦都因為我哋唔覺得只係中國人啦，咁從一個第三者角度去評價嘅時候咧，我哋就對呢啲所有嘢都唔接納㗎啦。舊年嘅國教就一方面都擔心，可能即係淨係國民教育就係灌輸啲嘅國內嘅好嘅嘢，仲有一面倒嘅意見或方面嘅聲音啦，反而有一種話會洗腦嘅時候，你點睇咧？第時如果再推行一個國民教育或者推行呢個意識嘅話咧，會令到嗰個市民嘅擔憂可唔可以消除到咧？又咁嗱，我就覺得即係如果講個指引咧，佢哋要各自嘅指引裏邊，其實係冇任何嘅洗腦嘅成分嘅。咁但係如果係話個別其中一份嘅教材，咁只係其中一個教材啫，係咪？教材好壞係可以修正嘅，但係指引其實係好大路嘅，係完全冇所謂啲洗腦嘅成分咯。咁嚟緊希望政府係點樣逐步去推行翻個國民教育嗰個科目啊？定係嗰啲其他嘅相關嘅歷史科、中國歷史科或者通識教育科點樣去配合翻，等提升翻香港市民對於國民身份嘅認同咧？係即係話我哋嗰個歷史感係好缺乏嘅，應該從嗰個歷史嗰個教育開始入手咁樣。咁下一步我諗就唔單止歷史嘅，譬如呢家對中國大陸嘅國情咯，即係譬如起碼我哋都要知道國家呢家個發展上邊，即係個政制體系啦，同埋裏邊實際個發展嘅一啲嘅好同埋壞嘅啲嘅狀況，都要即係俾我哋嘅學生知道咯。